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套《The End of Oak Street》末世橡樹街，由 David Robert Mitchell 執導，J.J. Abrams 監製，Anne Hathaway 同埋 Ewan McGregor 飾演。單睇呢個組合咧，其實都幾奇怪嘅。David Robert Mitchell 咧本身並唔係一個典型嘅商業片大導，佢對上一套大家有印象嘅咧，可能就係2014年嘅《It Follows》。冇記錯咧，香港譯名咧叫做《鬼上你的床》。嗰套戲最令人深刻嘅咧，就係佢好識得利用鏡頭、空間同埋觀眾嘅視線去製造不安，係一套都幾低成本嘅 indie 驚慄片。但係今次呢套咧，竟然係一套有大恐龍、大量特效、規模相當之大嘅暑期 blockbuster。不過睇完之後咧，我覺得呢套戲最有趣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冇完全跟住而家荷里活嘅 blockbuster 嘅公式去拍。故事背景咧設定喺80年代，一個住喺美國郊區嘅家庭，突然之間連同成個社區被送翻去2億年前嘅史前時代。雖然你可以當佢係一套恐龍災難片，但其實電影真正嘅核心咧係一套家庭片。恐龍比較多於係一個外在嘅威脅，用嚟逼呢一家人面對本身已經存在嘅問題。而呢一點咧，我覺得就係套戲做得比較好嘅地方。因為近年有好多大型嘅怪獸片或者恐龍片，去到最後咧就變咗純粹嘅 spectacle，個規模越嚟越大，怪獸越嚟越多，但係啲角色咧就慢慢變晒 NPC 啊。今次呢度末世橡樹街咧就啱啱相反嘅，佢將個故事集中喺一個家庭、一個社區，所以即使個設定咧非常之誇張，成件事咧反而有一種 OK 貼地嘅感覺嘅。Anne Hathaway 係成套戲最重要嘅角色，表面係一個普通80年代嘅 suburban housewife， 但其實角色本身一直收埋另外嘅一面，尤其係佢對創作、對人生嘅一啲追求。而今次佢對角色嘅演繹方法咧，算係比較收斂嘅，冇因為套戲係大型嘅恐龍片而表現得特別誇張。而佢呢種相對貼地嘅表現咧，都令到成個家庭嘅關係更加成立。而飾演爸爸嘅 Ewan McGregor 咧，呢個角色本身咧就係一個好想維持家庭，但其實生活上面咧有好多地方開始失控嘅父親。兩個角色之間嘅問題咧，並唔係因為恐龍出現而產生，而係本身已經存在。恐龍咧只係令到所有嘅問題一次過爆出嚟。咁呢種夫妻同埋家庭之間嘅矛盾咧，喺呢種驚慄片同埋災難片入邊咧，都係屢見不鮮噶啦。如果純粹當呢套戲係 Jurassic Park 嘅恐龍片咁去睇咧，我覺得可能會有少少期望落差嘅，因為導演明顯係更加有興趣拍一家人喺極端環境入面點樣生存，而唔係單單想拍人類點樣打恐龍。而呢個導演最擅長做嘅嘢咧，今次依然做到，就係懸疑感啦。又講翻佢嗰套 It Follows 啦，嗰套戲用咗好多 wide shot， 等你嘗試估下畫面入邊邊度有人跟住角色，好少用啲好花巧嘅剪接、近鏡或者音效嚟提你危機已經慢慢逼緊。而今次呢套末世橡樹街咧，入邊都有唔少場面係咁嘅，個鏡頭就咁擺喺度，角色喺前景做緊自己嘅嘢，但係咧你就會慢慢開始望下後面邊度有嘢出現，恐龍會喺邊度。呢種利用 frame 入邊嘅空間感嚟做懸疑感咧，喺恐龍電影入邊嚟講咧都算少有嘅。觀感方面咧，80年代郊區呢個 setting 咧真係好多嘢睇，成個電影嘅 production design 啊、服裝啊、房屋設計，以至成個社區嘅視覺咧，都好有強烈80年代美國嘅 suburban 感覺。嗰種 Spielberg 同埋 Amblin 80年代嘅冒險電影嘅感覺咧，非常之濃郁，甚至連一啲拍攝手法啊，例如 split diopter shot 都好明顯係向嗰個年代致敬。配樂方面咧都好有 John Williams 嘅影子啊，所以成套戲嘅懷舊味唔淨止係擺幾件80年代嘅道具，播幾首80年代歌就算。喺成個拍攝方法同埋電影節奏全方位咧都做得好好嘅。尤其而家好多商業大片嘅剪接咧非常之快，差唔多每幾分鐘咧就有一場 action sequence。呢套末世橡樹街咧反而用咗好多時間去建立角色同埋環境。嗱，呢種手法咧亦都會帶出套戲嘅另一個問題，就係節奏唔平均啦。中間有部分嘅家庭戲咧，我覺得係需要嘅，但係有啲角色嘅曲線咧又寫得未夠深入，尤其係幾個配角啦，明明可以寫多少少，但最後又冇真正做到啲乜嘢。另外套戲去到後段咧，開始處理點解會發生呢啲事，同埋一啲科幻嘅設定嗰陣，我覺得反而係弱咗嘅，因為前面其實建立咗一啲幾有趣嘅 mystery， 但去到需要解釋嘅時候咧，個情節又冇將呢啲 concept 發展得好完整。有啲設定都幾有意思嘅，但係套戲掂一掂就走咗。而個 ending 咧，我亦覺得收得比較突，前面用咗好多時間慢慢建立嘅家庭同埋成個處境，最後嗰段咧反而有少少急住完場嘅感覺。視覺效果方面咧，我覺得整體都好過預期嘅，尤其係恐龍本身嘅設計啦，同埋導演點樣利用佢哋嘅製造威脅，我覺得係有效嘅。佢並唔係淨係靠一隻恐龍由頭追到尾，而係會利用唔同嘅生物去設計唔同類型嘅危機。不過部分 CGI shot 嘅完成度咧都係有啲落差嘅，有啲鏡頭幾靚，但係有啲咧就會比較睇到明顯嘅後期效果。考慮到套戲製作期間咧有延期同埋補拍，其實都唔意外嘅。整體嚟講咧，我會俾4分嘅。劇本後段有唔少嘅問題，科幻設定咧未完全發揮到，部分角色咧亦都寫得唔夠完整。但係作為一套 summer blockbuster 咧，我覺得都算新鮮嘅。尤其係近年 Jurassic 系列已經越拍越大，去到某個位咧，恐龍都唔再恐怖。而呢一套末世橡樹街咧，就將恐龍放喺一個比較細、比較日常嘅環境入邊。你諗下，當一隻恐龍唔係出現喺大型基地，而係出現喺你屋企門口 backyard，
或者你平時行過嗰條街，呢種威脅感咧肯定更加直接。所以我覺得 David Robert Mitchell 今次最成功嘅，而係佢將自己本身拍懸疑感、拍空間嘅能力放咗喺一套比較傳統嘅家庭冒險 blockbuster 入邊，最後出嚟嘅效果咧可能有啲 uneven， 甚至有啲地方你會覺得佢明明可以玩得更癲、更加 subversive， 但係最後咧都係選擇一個比較傳統、比較大眾化嘅方向。呢一點咧係有少少可惜嘅，但係至少佢仍然係一套有導演風格嘅商業大片。而今時今日嘅荷里活咧，呢樣嘢其實唔係理所當然噶啦。如果你中意80、90年代嗰種 Spielberg、Amblin 式嘅家庭冒險片，又或者你已經對近年嘅 Jurassic 系列有啲疲勞，我覺得今次呢套末世橡樹街咧係值得入場睇嘅。你哋又睇咗未呢？睇咗嘅話，不妨留言話俾我聽你嘅觀感啦。下集見，拜拜。